彰化二林是台湾重要的葡萄产地，除了九州葡萄以外，是种的200-300公顷大青色的葡萄，不过更加能存到50公顷咯，引来印度人贵种货量高的。有一对32岁的葡萄农谭国峰，唔单止是二林前后生的葡萄农，咪是二林大青色葡萄种啊真发的。几年前，伊屯家的乡下屯阿爸嘅葡萄园接下来。伊屯6亿比人种的方式无共样，产量少的33个家，不过品质提高的，伊连续2年都得到二林葡萄大殿的头名哦。为初到的屯产品卖出去，两公婆许多租客请人免费来试食，更加还靠人名录屯人下来互动。顶上一个粉丝团一公布开放主文，1礼拜以内如本人听呛呛的，还有人提主文半年过后为葡萄的。一串葡萄掉伫天空，也表示係中仙股嘅8個億賺入嘅新高。也會係譚國峰嘅個人，唯獨係好做事，葡萄就唔得種香高，其他人期望嘅叫速度唔掉，睇高嘅睇嘅機，見到一集葡萄嘅世界，隨從安樣，板固嚟睇我嘅，貴你的個人都無限。東果的甜度有21度了，夏果大概18度而已，差在這邊。東果來的果粒比較小，它的甜度高，它有特殊的一些香味。葡萄今年就200毫扎，熱天老冷天，不過冷天風太就冷，大概葡萄下細碟，所以新本高，二點未搶住譚國峰減住冬高，唔單搶安樣，32歲嘅機，還係二點最後生嘅葡萄農，老種最發嘅人。二點挑過係叫做葡萄主要產地。民國85年種最多，就之前484公頃，不過啲就從天主期作過後，葡萄產業出快是沒落。60年開始種，仲有金山葡萄，還有黑河葡萄。專門種植嘅。種植嘅，那麼就上85年就結束簽約，就冇讓大家亂使用葡萄。從細啲葡萄園大概譚國峰春入過後就五件加工，供應好嘅時節投資業績就5-6個月。不過10年前其實嘅鐵為準備做現在現實嘅葡萄。最主要是對農業有興趣的，他再想說父母親年紀也大了，他想說家裡這一片那麼大的農場，也可以回來嘗試看看了。工廠的工作你可以做幾年，他想說不然回來農業這一塊，因為我覺得你給我一個乾淨的土地，我就有辦法永續的經營，去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出來。不過兩家嘅鐵，零沙沙渠道做唔出成績。剛回來的時候，有時候被老一輩的人笑啊，說你工廠待得好好的，幹嘛回來農業這一塊？他們覺得農業沒有什麼發展性啊。我覺得說農業是要看你要怎樣去經營它了，打破傳統，不是做傳統的產業了，我們把農業帶到更精緻、更頂端一點，這樣子。所以譚國峰改變種植方式，落日背只分體種300條葡萄樹，出產嚟到5000斤，不過幾場種100餘條，產量少嚟上客家。阿爸雖然未少，不過還係做菜機器吃。有前面都未做啊，做下老方式啊，看模樣，塑性看模樣好啦，還去給它弄現代化，看還講究啊，品質會很好，葡萄果粒很均勻。我常說一句話，葡萄會還給我們，我們把株距拉大嘛，它果粒會很均勻，果粒每一顆果粒都多大了1公克就好了，重量就補回來。譚國峰講有啥講究的，佢們連續2年得到2點葡萄品鑑比賽冠軍。我們標準叫3頭4斗啦，葡萄的排頭。就呈現倒三角形嘛，一個排頭，蓋一個粒頭，它的果粒要均勻，再來它的薰頭，它的果粉要很均勻。喺那時土講緊做係甜土、Q 土、石土、老香土，堅持品質，唔是行銷，出資金買都唔難買。是，不好意思，葡萄賣完了，對，要等到明年端午節，對，端午節前夕，對，5月底的時候再打電話來訂，對。
像我们这一次开园也是不到1个礼拜吧，我就赶快那个上网通知说结单，不接受预单，然后只接受那个就是说候补的。如果今年排不到的话，可以直接顺延到那个明年的第一批啊。很多客人还是都很愿意等，所以我觉得说品质好的话，那个客人就会，你不用等客人，客人就直接会过来。不过天华妈给提了7家出山，7家买来世界，穷肉行都动变性。刚开始的时候是葡萄很多，可是我们等不到客人，我们会慌。现在不是，像是葡萄一样多，可是客人太多了，我们供不应求，因为我们真的是靠天吃饭的，很无奈。对，可是那也是会遇到一些客人，他就真的很不客气把你挂电话，说我等那么久了，你竟然没有。可是常常这种骂我的客人、挂电话的客人哦，都变成长期的顾客。到这几年下来，老一辈的对我们看法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觉得说，这个年轻人搞出了一小片天了甚至我们同行的老一辈的会来问说，这个时间点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换回来他会来请教我们，这个时候我要施什么肥料，我要做什么动作？以前是不看到我们。中年送也买超过包饭，种出7家嘅片天，辛苦才當享受安用嘅天然生法。不過其實年齡葡萄路，太提都是建築本單嘅葡萄棚，來貴種傳下那上千嘅風量高嚟。它如果加燈罩，要多了2次至3次，这等于这1年到15次的花期，所以它几乎1年可以到2月、3月没有2、3、4这3个月没有红龙果味，其余都有。不像葡萄1年只有2季，葡萄这一次没有就是没有了，你要等半年后再来。下那風量高，全推翻都種地，葡萄靠卡度寬機，是做啲種地太溫好，流溫水好，兩棟種嘅種葡提起，可能年齡現實嘅葡萄種最多嘅時節，需要200-300公頃，兩下是250公頃，下兩岸冬年風量高就係增加當多，順利年齡主要嘅態路台灣路行，2片1公里安衝就下係風量高山。兩下年齡風量高，足足300公頃安多。不過譚桂鳳兩隻好膽嘅後生意，撒老年冇用上嘅做法，啲大家想隨立葡萄貴種風量高嘅世界，譚桂鳳種嘅葡萄染面積已經比張專業種嘅世界翻了10倍啦。我葡萄我會反方向操作，因為葡萄有一定的技術在裡面嘛。大家一直種紅龍果，我今在這幾年我是逆向操作，我才在葡萄這一塊慢慢的奠定我的基礎之後，等那些種火龍果的人，他們覺得說火龍果如果有一點飽和了，他們轉回來種葡萄的時候，我已經跑在前面去了。看下衝然唔係聽靚人種乜嘅，就想隨種乜嘅，譚桂鳳已經看出市場嘅變化。佢堅持自家嘅單日產業，專心老葡萄種好，水採，未享受偏酸太寒，剛種出來嘅甜味果子。